哥哥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张开啊！你规身躯烧烫烫呢，是不是发烧啊？我带你到医生看好不好？唔系啊，我想应该是我有自信。我满头讲这。哎呦，我看你听个安尼，我已经嘛足痛，我就是要带你去上这折磨你若是甲一直直接陪我，是看到你，我在想我会得到你安慰，安尼我只听你，我讲，你若是想出去，还是我无看到你，我甲我都忍耐。我袂出去，我会一直陪伫你的边啊，我一直守护你。你若是需要我会记到头头予你活的。我是你的太太，你免惊歹势。你若是听到想要发出，你就发。电话面头前你免搁忍耐啊！我是真讲听。哎呦，病啊！你是要安怎？小开这听药啊！我带你做，我今摆随带你做啥？小秋，在下里，歹势，我带你回来，应该是要好好照顾你才对，煞颠倒互你来照顾我，我真正是一个无及格的老公。相公诶，你伫我的心内。应是99分的老公啊！为什么那只有99分呢？差迄1分，是因为咱这世人相处的时间上短，后世人还阁爱继续做人无？甲你欠我的迄1分。补偿我，每当来比哦，这样看，我是人，你一定还记得在我。好，咱就约定哦。是啊。我一定要搁娶你做我的太太。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呢。什么要求？后世人，你莫搁叫我替你注射。出细汉，我都想惊注射。想要到今嘛，竟然来做你的家庭护理师，我真是奇怪呢。我竟然完全拢袂惊。小秋，我头壳甲你讲，其实